大家好，我叫李佩芬，亦都係叫阿 Ken 嚇。咁我係喺2022年決志嘅嚇。咁其實我親人裏邊咧都有部分咧係基督徒嘅。咁佢經常性咧都提住主嘅恩典，咁亦都俾我感動到咧就係我好想我個女信主，但係好奇怪，我自己一直咧我冇諗過我自己會信耶穌。咁喺未信主之前咧，其實我都已經間斷咧返崇拜咧，都已經有幾年嘅時間。但係好奇怪喺呢段時間裏邊咧，我都覺得好似嘥緊我自己時間咁樣嘅。我2002年，我老公患咗肝癌，佢離開咗我哋上咗天家。咁但係佢喺病嘅期間咧，其實我向主禱告過，我希望主能夠可以幫我，讓我老公可以瞓一覺好嘅。但係好無奈，一次又一次咁樣失敗。咁我都相信呢一個原因係令到我心好硬，唔再相信有耶穌呢樣嘢。直到我個女想報讀大學，我突然之間向耶穌禱告，我話主你幫我讓我個女可以上到大學，我應承你，我每一個星期六我都一定會固定返呢個崇拜。結果我許落咗呢個承諾，我就每一個星期固定去返崇拜。咁好奇怪就係話，我喺返崇拜當中咧，我係察覺到有啲人咧去改變，佢哋嘅面容咧由憂愁慢慢咁去轉化，咁令到我好好奇。咁我就問：真係信耶穌可以改變到自己咩？咁由呢一份好奇心，咁一路帶到我2022年去決志啦。咁當中有一位親人，佢叫 May 姐，我好感受到佢信咗主，好甘願咁去捨己嘅精神。因為 May 姐知道我同埋我個女因為居住嘅問題，兩個關係好差。咁 May 姐因為佢癌症病發，咁佢個女就喺美孚租咗一個單位俾佢養病，亦都方便佢照顧。咁 May 姐就主動咁樣同我講：不如你同你個女搬嚟美孚同我一齊住啦。咁我好感動，我就問 May 姐：點解你要咁樣去幫我？May 姐就同我講，佢有聖靈嘅感動，所以佢要幫我。呢句說話刻咗喺我腦裏邊。咁而同 May 姐同住期間呢，我真係好真實咁去認識到信咗主之後嘅 May 姐喺每一件事上邊嗰個嘅幫忙。雖然佢嘅身體好唔舒服，經常性會痛，但我每一日都見到佢面上邊好有平安，好有喜樂。回顧返我身邊，其實好多親人同朋友，佢哋有信主，亦都有未信主。咁而我自己亦觀察到，信咗主嘅親人同埋朋友，佢哋嘅對愛同埋佢哋遇到困難要去解決，好自然不同。我決志嗰日好奇怪，我如常起身準備崇拜，咁但係咧，我嗰日我覺得自己好慘，成日都想喊。咁我仲好記得嗰日係阿二玲傳道講道，咁當佢呼召嘅時候，我就決定要信耶穌。咁樣就開始我跟隨咗耶穌，俾主帶領已經2年。咁亦都發現到自己係有改變。我以前成日都喊，睇一套悲劇主角未喊，我已經喊。同埋咧，我好多時咧，我係夜晚我會喊到自己好攰，咁我就瞓醒我就返工。呢啲日子其實我已經過咗好耐，但係信咗主之後咧，我學識咗每一日去禱告，咁將煩惱啦、憂慮啦，同埋有啲根本解決唔到嘅問題，我都一一交咗俾慈愛嘅主。一直以嚟喺我生命裏邊，之前發生過所有嘅困難，我以為係自己靠住咬實嘅牙關，咁我就可以過渡。其實回想返，其實係天父賜咗好多天軍天使去幫我先可以過渡到。而家好期望就係我個女可以信主，但係我唔知道我用咩辦法可以令到佢信主，願意行入神嘅國，去守主嘅道。
我只係知道我盡心盡力去做好自己，俾佢睇到神喺我身上邊嘅改變，咁就可以一齊同我行喺基督之家成長。咁我亦都好希望就係靠住主，可以將福音去傳遍，行出基督徒嘅樣式，令到更多人信主，可以靈魂得救。感謝主，阿們。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